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台南主角计划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就是说，我们改造空间不是为了改造啦，也不是为了去提案这个计划而提案，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村落的环境空间有想象。因为我们说征讨是一个让佚佗的所在啊。在台南有一群点点啊付出的人，因无一定是台南人，但是因为台南足角创意营造计划，开始一段无同款的生活。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木平台的高度。好，那底下这个空间呢，其实就之后再透过灯光设计，它就可以是一个展示的一个艺廊展区的效果。2018年的时候，我们又再回来报名这个计划。那当然就着手来带着年轻人来改造空间，这样。真的是很累，可是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是个很难得的经验，因为以前根本没有学过这种东西。然后这算是我第一次实做，而且是把自己的设计完成实践出来。它这边需要你们之后会有风。阮是因为介意这个所在，阮就大来。阮大来了，阮就想讲，做家己介意的代志，做的代志内底，嘛会当甲在地来共同来共好啦，就是一起成长。台南足甲培养区愈来愈侪少年仔投入社区营造，大家起的毋是零零的建筑，更加是一份甲地区分袂开的感情。之前就会休息的时候跑去附近去逛逛，然后就会遇到一些老人家，他们其实都蛮亲切，就是跟我们就聊聊天，然后有时候还会送我们东西吃。无古早人咧拍红单，伊就袂想这经营个是安尼。主角计划已经执行了10年了，我是从第2年开始参加台南主角，从什么都不会进到社区呢，去询问一些当地的师傅，然后学习一些功法，到现在呢，就是我自己接这个计划，然后带了一群学生来金龙社区做一绿美化的操作。人讲起厝动千工，为扫涂骹、一粒砖头、一片厝叶，拢是亲手来拍做。过程中，就是团队真的很重要，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没办法，就是突然就是会有个卡关，那别人的想法也是，就是可以一起融入这样。可以学习到跟学校不一样的就是生活模式，然后就是功法都是我们到实际上去操作。学生真的很厉害。因为来社区观察几天之后，走动之后，然后就开始对这个营造的点开始有想法啊，所以我们觉得哇，好期待，然后现在看到的时候都吓一跳，说啊怎么这么厉害？这亲情好不好？我有这亲情就是有领到，要领到媒人礼啊呢。5月结婚的哦，去年相亲的哦。好的，好啊，来，真的安排哦。将来可让我们这边的里民老人家做活动的场所，我们这边缺乏那个空地，刚好我们把它整理好，我们常常可以来这边聚会。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台南主角，我是台南主角哦，今年已经是第10届了，分为竞赛组和驻村组，在这短短的2个月，超过100多个人，来自11个学校，不管是不是得奖，我相信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台南的老旧空间重新活化。当我们看到他们的热血，心动了吗？想参加的朋友们，请继续关注台南主角官方消息，或许明年你就是最佳的台南男主角哦。那么讲到这个社区的营造，要让咱的这个生活环境更较水，咱市政府伫最近这几档呢，伊嘛非常的拍拼，非常的认真吼。那么咱讲到这个社区营造的这个计划当中吼，咱有一个叫做主角计划。这个主角计划呢，其实已经实施10档啊吼。伫这个当中呢，当然吼，咱的环境吼更较水，这是
免讲啦吼，啊当然啦，伫这个当中啊嘛来邀请到咱的社区内底吼，足侪只青少年朋友啊，或者是讲吼咱社区的这个朋友，大家做伙吼来加入这个主角计划内底这个团队吼。那么伫这个当中吼，咱台南市都花局吼诶，这个担任吼这个领头羊的工作啊，伫这个活动当中吼，因嘛真认真吼咧。推动啊哈，那么咱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咱都发局地景科科长刘守礼科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什么叫做主角计划哈？那么这个主角计划内底内容是虾米货哈？互咱的这个科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科长你好，李仁杰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在想吼，首先咱的乡亲朋友可能对的这主角哈，可能有点。好像没有听过哈，有点陌生啊，是不是？请科长先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咱都市发展局吼，伫过去大概担任着这个环境吼诶美化，跟咱这个所谓生活品质的提高吼，这方面咱拢直直有一寡政策咧做。若是由咱政府部门吼做落去的，大部分拢咱咧讲的由上而下执行。咱不止由上而下，咱嘛有一寡由下而上的做法。这就是社区营造这块。早进前咱的社区营造大部分拢是爱靠咱的地方的这个社区民众主动参与。对。所以就该阮会开一寡课啦，还是讲用一寡课程吼去因来上，上了有一寡经验，再来执行。但是咱合并了吼，咱发觉第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的幅员足大，有一寡较偏乡，还是讲咱的人口较老化的所在，要参与到这个上课啦，还是讲这个培训的这个机会就较少。但是因嘛是同款，有机会当参与到这个社区营造。所以伫合并第一档开始吼，阮就咧想讲，其实少年人真有想法。对。咱会当甲少年人扭入来这个社区营造这个环境，尤其吼，特别是一寡咱学设计。有一寡建筑的，是讲咱的设计这种景观背景，这种比较懂得设计的这些学生，其实他们非常有活力。对，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哈，这平台互因入来甲社区朋友共同拍拼，共同来营造这个营造点出来，这是阮大概最早的起心动念。了，阮就甲这个政策推出，推出迄当时有咧想讲，少年囡仔拢会较爱一寡竞赛。像迄阵，欢迎鼓励啦。对，互因有一寡诱因来参加。所以迄阵阮就甲这个名称取得比较有趣一点。所以名字叫主角，好像说你来台南就可以做主角。一个人一辈子没有几次做主角的机会，但是你有机会来台南，就让你做主角。然后当然我们也是用竞赛的方式，互因来比。逐档的这个新歌出来，你会当去角逐这个所谓的最佳主角。是，所以这政策就是安尼命名的啦。其实这就是讲，咱市政府，咱都发局这个所在嘛有观察出到一寡就是咱社会本来就有的资源啦，像你讲这少年朋友嘛少年朋友因有当时伫学校内底其实你没有让他有发挥的这个舞台啦因为一刻应该是要去。展现有时候那个力量也不够嘛，嘛无机会咱市政府提供平台互因互因来参与的时阵，也是一种历练啦因为因来参与了后，他们有这么多次，因为伊去每一个暗场还是讲每一个这个社区对，那这个就是他的经验啊因为咱人比如讲以后出社会。这个经验就很重要，这个是伊足宝贵的一个历练啦对着咱市政府也好，对着这社区的朋友，像青年朋友也很好对着咱社区，这个是三赢政策。对，就是说，市政府把我们的资源整合这青少年朋友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发挥的舞台，发挥伫咱的社区，我们社区看到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景观那么这对着咱大概拢是很好的一个规划一个观念那么他多咱讲的这主角计划咱乡亲朋友已经有一点了解那么继续我要请教咱柯长来讲咱主角计划内底有大概有啥物种的内容？主角计划因为阮就是咧设想讲咱这个同学他们大概在暑假期间是一个休假的时间嘛那一般拢会利用这个时间去打工实习那
刚刚袁姐已经讲到一个重点了，对在学校的学生来讲，他们在学校练习的方式，还是跟教学的方式，大概都是比较偏向在纸上谈兵，还有理论的接受。那没错，这些都很重要，这是拍基础的。对。但是实际当参与到讲，因家一张图画出来，甲画出来物件，实际甲买物件做。对。这种的过程当中，大概是几乎每一届参与入来的这个学生他们内心最大的冲击，因为这个是他人生的第一个作品。对，很多都是让他展现他才华，是，互伊所学的物件有实际的这个舞台，互伊去发挥，那他们会很有成就感。对，而且有些我们已经都看到，就是这10年过来的观察，有些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有些甚至他愿意留在这个领域，继续发光发热的，这个很多都有，等一下我们会去谈到。那台南主角甲别个补助计划较无共的所在，就是讲阮为提案开始就跟人做无共，嘿，阮迄个一开始也是对学校这边才来招募，另外一方面咱对社区这边才来提案，社区因过了爱先写计划，写一个计划资料，才一本计划书送机关来审查，阮的计划唔免，阮的计划是互社区你去找营造点，对，只要你土地摕到营造的同意书，送入来了，我们就备案了。然后同学这边组团过来，他们报名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报名的那一年的这些队伍，找一天跟社区互相见面，做所谓的媒合会议。媒合之后，他们会就实际的到现场去到现场去看，看了，才提出因的计划书。这本计划书是变成学生因的团队帮社区写的，所以这对因社区来讲，要入来做这件代志的，无一个。门槛在那里，它其实就很方便的，就是就参与进来。因为你社区你若叫人常常去找，有当时那个社区好像对他来讲没有感情。他自己去找的时候，他自己对这个社区他已经有一个想象，一个幻想然后他会想要把我自己的那一种创造力给发挥这些所在，说伊就会有一个家己的这个想象了然后他自己对这个地方他自己会有感情然后他会很想把它呈现他的那个幻想力把它呈现出来。当他有一天呈现出来的时候，我想他自己也很高兴，而且我感觉讲对着咱市政府来讲也是直接省人力啦因为咱若是要常常找人去做这个工作，说实在的，市政府嘛爱有这个人力用。很闲的一代学生他们刚好在这个科系里面，他学到了，马上再发挥出来对他们来讲，对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很有成就感，而且好像也没有落差啦。这个中间没落差，因为他想马上学的，马上发挥出来对他马上去实际去应验，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这个经验那么咱主角计划当然我知影讲他。可能有一个起源，一开始，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你刚刚有说嘛，一开始你也是想要和大家的年轻人的力量把它注入在这个那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或是说我们这一些主角计划里面，咱有一寡暗场嘛那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我想因这个过程我的操作过程就是讲他们从陌生到媒合后认识，然后再到真正的在工作假期的7、8月期间 ，GB 来在做，在过程当中虽然是快速，可是我们会发现咱这小朋友囡仔啦，入来到咱的社区内底，咱这社区的长者是讲咱这长辈拢甲因当做那个自己的小孩子，嫁一个囡仔，还是嫁一个孙仔安尼咧听堂。其实这嘛拢反映伫阮这个执行过了每一届的这个成果发表会，还是讲迄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们就真情流露出来。其实这已经好多次了。因为这样的互动会有一段时间对，互动尤其是这老大人怎么讲？他们可能儿孙有的人不一定在身边然后他会有移情作用家己当做家己的这个孙家己的后生查囝去疼惜他们。是，我想就是讲，为什么阮甲台南主角当作是讲，这是咱
台南特殊的这个政策，就是讲咱台南的人情味足浓厚。对对对。外地的学生或者是他们在外面读书求学，那本身也许是台南人，伊可能嘛无什么机会，会当个转来服务咱地方，但是借由这个平台，伊可以认识到讲，原来咱的庄卡还是讲咱的乡镇吼，是遮尔也有这个人情味。除此之外吼，还有一寡咱地方的故事，就是一些宗教典故或者是一些民俗的一些典故，他们在那边驻地了，去甲这老人，甲那个长者啦，安尼聊天，会延伸很多东西出来，会挖出很多东西来，他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的社区都是这样安安静静的在过日子。那过去的来讲哈，如果说老化的社区，大概我们都会去想到说他的创作力啦，或者是那个思考的那个比较单一啦。可能我生活就是拢安尼咧过啊，对对对。但是你突然间有一个少年家啊，少年注入新生命，迄一个冲击的足大，甚至甲伊会感觉讲，有未来哦，有希望哦，可能还会将来还有不一样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听到大概有参与过，不管是学生啊，和以学生获益的，当然就是实际的经验，还有他们的这个作品的成就感。那对这个社区来讲，他们就是这个社区整个发展的想法，注入新的想法。所以是这两部分来讲是都真好，真有收获。其实他拄科长在讲的时候，我想您开始的这个起心动念的是要活化这个社区、美化这个社区啦可是后来发现这个不是只有一个效果而已，还有很多分出来的就是像你遐拄仔讲的，就是讲，这个老大人因为有这个囡仔入来了后他们把他当移情作用，家己当作家己的孙、家己的亲人家己照顾，好，这个老人也是抚慰他们的心灵在因的这个生活当中他们好像又多了一个亲情的慰藉在那边干嘛讲？我们被离开的心都会离情依依。对，我们就变成说，我们不是只有营造社区的环境而已，我们营造他内心的环境，也是心理跟生理也都照顾到了那么跟的这些主角计划我好多要上这部进程我有跟科长讨论过，因为我印象当中之前我们台南市有类似那种好望角那我就想说，这个好望角跟那个主角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好多咱科长已经有搞成功解释啦但是伊搞我解释，那是节目前咱的乡亲无听到来，我们请科长来介绍一下。好，感谢。咱都发局的政策其实离咱这个社区环境的营造目前是3种，3种拄啊啦，迄个咱袁姐讲的这个好望角计划，这里原来的咱合并进行的市台南市它本来就有这样的政策这个伊的对象大概拢是较属于公家机关的土地，像讲咱学校啦，还是讲公所啦，还是讲一寡所在的转角因为它的钱不是很多，就是大概10万块以内。大概有到100万，不是100万左右对啦，因为它那个转角有时候有些景也蛮大的，蛮大的，那规模稍微大一点这种操作方式的话，就是讲看不是讲社区民众会当来做的，我其实是透过补助给咱的机关，比方讲学校，比方讲咱的公所，给因执行，执行了就漂漂亮亮的一个转角。那其实，在原市的时候大概我们的都市比较小嘛那走街头巷尾大家都看得到这样的成果，这个是好望角计划。那另外有一个叫做绿社区培力计划，我们简称绿培力啦。绿培力的是它走比较早期的这个所谓社区规划师的制度，就是刚刚我一开始节目有讲的，我们就是开课，然后给有兴趣的社区人士，伊大部分拢是咱的社区民众，已经拢是家己有家己的行业只是伊对这方面有兴趣，对这个公共事务想要参与。所以咱开这个课，因来参与这个上课了，了然后提几个出来做。主角计划就是第3个的部分，我们这边就是比较把年轻人力抓进来，但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刚刚我们圆姐这边讲到的重点，我们就是要把它往下扎根因为老化的社区需要新的刺激，然后那个社造的人力，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他们有对这一块有兴趣的，可以从他们
要在起飞的阶段就能够参与到，让他们在萌芽的阶段给他们更多实际操作的经验啦。是啊，所以伊后手哪会当讲确定讲，这条路我是足介意，我嘛感觉讲我的人生要安尼来行，他可以就是长期在这个地方，也许找到他自己要经营的部分啊，这个也是现在国家政策在推的地方创生这个概念。是，所以好多咱咧讲好望角就是机关吼一寡学校吼，因家己去操作啦吼，然后这个绿培力，你就是讲互咱社区有兴趣的人哈，他不一定就是规划师，但是伊有兴趣的参与的时阵哈，我们也让他们培养他们来规划咱社区的营造哈。那么个一点就是讲，咱讲青少年朋友哈，这个在学的学生呐哈，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嘛哈，因为因本身就是学这科系，那么因既然学这科系，就是对这有兴趣，那么对这有兴趣的时阵，咱一个舞台好伊，好让他有挥洒的空间哈。那他这个挥洒的空间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以后如果他毕业了之后，他很快就能够进入职场，然后马上就可以接很多的案子，因为他以前已经有经验了哈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咱市政府等于给这个囡仔吼，一个真好的这个经验啦哈。那么哈，如果咱讲到这猪脚计划哈，那么我在想第10档嘛哈，10年应该有很多这个成果哈，是不是？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我相信哈，这个台南猪脚大概10档来哈，有一寡社区咱参与过了，伊会搁另外去找足侪无同的资源哈，长期去运作在这条路上的这些社区，其实都可圈可点啦。那我今天大概有带一些案例的一些照片啦哈，那这些都是还目前都活跃在我们现在的社区的社区社造界哈，像那个东山的东园社区，那这个当年的这些社规师，应该说当年的这些学生，现在已经有人留下来了哈，在为东山这边努力做这个地方创生计划的提案。那这个像西游记大概是世安哈，这个林建化这个相当有名，我想好像也上过袁姐的节目采访过他。他的这个世安社区的这个关怀照顾是他的起点，但是到后面他已经走向了所谓跟稻米合作社这部分的这些产业结合。那个中西区的银统社区哈，这个理事长这个银统社区虽然是这个老巷弄，可是它里面故事相当多。那像他今年的这个营造点，是我们几年前的这个种子留下来的这些学生，目前他已经蹲点在这个地方。那改造了一个名人故居，这是我们第1届的这个第1任的女校长，我们的女校长的故居。那做好之后，他也是办了很多活动跟社区有一些互动。那其他还有像坎顶社区啦，像大旗的这个义农实践所，这个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大旗的是咱的这个台南艺术大学的所在地。台南艺术大学本身就有一个社造组，伊的学弟学妹那学长制那一脉相承下来，现在已经有留下来的学生了。那他们也甚至在这边组织了家庭。是，我们有好几个案子都是这样子。那个怎么生根扎根在这里？对，像建华嘛是啊，因这东西。进景李家因为透过计划而找到人生的另一半的。那后壁的顶场，也是相当的努力啦那个美雪，他在从那个乌米勒那个地方到现在的这个顶场的这个地区打造了很多老屋啦，或者是闲置空地的公园。那这是今年他们完成的成果，相当漂亮。这个已经变成像社区厨房、社区餐厅一样的一个景点。那更多的是像艺术工作者，那这边有这个岛风内海文史工作室，这是他在麻豆蹲点。那王俊渊这个主持人是大概每年他都会去参与到一些灯会或者是艺术作品的这个参加的那些参展。那我想大概这几年这样累计下来我们有一些成就，就是说有些社区他愿意拿这条路继续行。而且发展不同的这个角度。其实要点线面它越发展有时候刚好。这个社区大家脑力激荡或者是说大家这样互动下来，以前本来就是说，
像你讲的啊，好像没有生气啊，大家拢可能伫厝内底吼啊，唔知啊，你的就是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了，好像有些人就出来了哦，他走出他的家哦，走出他的门口，然后跟社区的人接触哦啊，刚好对他来讲，有兴趣，然后他也刚好有可能他空闲的时间哦，他来参与，他自己也很快乐。他说啊，咱课堂在讲的时阵哈，不是说咱家的老大人哈，有时候就是跟他像有一个孙啊哈，但也辛苦边哈啊，他也把他本来对自己亲人的这个关爱哈，因为亲人不在身边，家己的孙那可能不离辛苦边，伊就把这囡仔当做一个家己的孙啊。然后呢，科长又说啊，有的人在这里就生根发芽哦，啊，伫这个时候来结婚。那么我怎样讲这个主角计划当然对着因一路过来哈，他们很认真的在展现呐哈啊，当然咱市政府嘛拢会给因鼓励啊哈啊，我们会办一些竞赛的，那像这个囡仔哈，你给伊一寡竞赛，他会越哈对。那我们是不是也谈这一部分？好啊，每一档大概做好了，拢差不多伫8月底到9月初啦吼。所以迄段时间，阮就会邀请一寡专家，啊，每一个点去看吼，啊了会甲因做一个评比，啊评比了总是。评比就是有输有赢，那到最后会有选出当年度的第1名出来。那我今天刚好也有带我们那个今年度的这个冠军奖杯哈。那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我们其实这个冠军奖杯的 logo 就是我们的计划的 logo。那可以看得出来哈，伊是一个拼图。袁姐有送过拼图吗？对对对，有以前我买那个1000片来回来一直拼，要花很多时间。对。啊，拼图干那一个吼是袂成一个完整的图，一定要大家拢组合起来了。啊，所以阮的观念就是讲吼，当你的凹跟你的凸，是可以完全结合的时候，恁就是最佳团队。啊，当然对计划开始，阮对社区这块，对咱的少年这块，阮拢足重视。啊，恁两个为无熟悉，到结合，到提计划，到做伙来做出来了的这个成果，每当拿到当年度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冠军的时候，我们就是颁给他们2个这样子一个作品，一块的小拼图，好像一个人。对。那这一块跟这一块其实是同一块钢板，它是精密切割出来的一个实的，一个虚的。啊，简单讲就是讲，恁是一体。好，你虽然这样分开，但是所以我们连要设计这个奖杯哈，那个构想也是用心良苦，对。啊，这个 logo 阮就开始用到今嘛，大概这个构想都是跟我们计划是相契合的，所以我们也一直沿用到现在。没有，你刚刚在解释这个设计的这个奖杯的时候，让我也听得很感动啊，有一个。他们这些人很努力付出哈，那我们给他奖杯，当然这个奖杯一定，有一定的形式，可是我们在设计奖杯的这个过程哈，那种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感动哈，真的是把他们的用心看到了哈啊，我们市政府的用心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所以哈，咱市政府哈，咱的这个都发局哈，对着这地景这个主角计划哈，说实在的，你来看，我们从开始起心动念到最后的这个颁奖典礼，我们都是每一个细节都是很用心的哈。最后咱科长刚跟我商业委员跟咱乡亲朋友讲，谢谢咱议员主持人哈，啊个咱电视公司给阮这个机会来甲这个计划做介绍。主角已经推到了第10年哈，那再往后会再继续的推展下去。阮希望讲哈，咱台南市以后是一个设计力很强的一个城市，因为设计力才会让我们的城市更美，更好看。那设计力的这个介入哈，咱的社区营造都对这个单纯的立体化提升，甲会当做所谓的生活美学。这嘛是咱直发展都市咱感觉上重要的代志。阮希望讲后续会当继续甲延续。今仔感谢哈，咱都发局地景科科长哈，咱刘守礼科长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咱的主角计划。我相信呢，咱对着这个主角有计划有一个概念。那么咱乡亲朋友当时呢，看到这个社区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哦，原来是我们哈这个都发局地景科吼，这样的用心啦吼来打造咱的环境。那么咱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哦。谢谢。